嚟到呢個素素青年生活學，繼續有我 Steven， 咁啊，今次咧繼續有3位，先由我中間嘅朋友開始介紹自己。Ricky 啦，咁我係阿峰，同人共居過幾次，跟住準備獨居。Hello， 我係 Michael。咁當然繼續有我另外一個嘅拍檔喺度，亦都係呢個計劃嘅團隊之一。Hello， 我係 Polly。想問幾位，如果有得揀，會唔會住深水埗？我會住㗎，得唔需要答我個原因。會 Michael 咧？我都會。OK，Polly， 我哋答唔答？我唔會。你唔會 ？OK， 嗱，有持相反意見嘅 ，OK， 佢有個原因嘅。好啦，嗱，我哋素素青年生活學咧就想講深水埗，想問前面3位嘅後生仔先，普遍嘅印象對深水埗係點嘅？又老又殘又窮啊！你咧？有少少同 Ricky 相似，但係我覺得咧另一方面咧，就係平靚正咯，平靚正都係三個 point。係啊 ，OK， 又老又殘又舊，平靚正。Michael 咧？都係好多選擇可以俾我哋揀嘅地方。哦，選擇多 ，OK， 都係3個字啊。咁當然亦都有人話呢個又窮啦，又亂啦，又雜啦。咁呢個都有啲咁嘅印象啦。Polly 其實有陣時同啲年青朋友去傾嘅時候，佢哋對深水埗嘅了解深唔深？你覺得？應該係冇嘅，即係都冇乜認識嘅。如果係一開始嘅時候，但係就可能聽下佢哋一陣，即係經歷完幾次唔同嘅活動之後，對於深水埗有啲咩唔同嘅概念。但係我對佢哋嚟講就係黃金咯，同埋鴨寮街冇啦，完。頂籠文青啲係去到大南街咯，係嘛？近呢幾年，先問阿 Ricky， 你覺得又老又殘又舊，係咪咧？你可能唔認同嘅。只不過係大眾對佢嘅印象，但係你實質感覺嘅印象係點咧？深水埗唔係想象中咁差，當然都有，都係舊區嚟噶啦。但係原來其實係改善咗好多噶，對於我哋嗰個生活咧，其實係方便過其他區，我會咁講。都係用翻衣食住行去睇啦。首先衣方面咧，即係哇，原來仲有得車衫噶呢個年代。你有冇試過嘅？有，原來仲有咩紮骨機啊，跟住嗰啲車衣機啊嗰啲。你未接觸過嘅之前？冇，唔會無啦啦搞呢啲噶嘛。咁就我好似喺個 program 度咧，有朋友仔咧就地取材買咗一大堆布翻嚟，嗰啲布好明顯係香港做嘅。咁就係哇，我哋有聽過歷史啊，即係香港嘅歷史，就係咧香港曾經係全球最大嘅製衣嘅出口地方嚟嘅。但係我哋呢一代哇，針線都未碰過啦咁樣。咁喺呢個 program 哇，真係第一次親手去學點樣紮骨啊，縫翻啲衫啊咁樣，可以就地取材。哇，呢一下好驚訝嘅。咁衣食呢一度絕對唔係美食沙漠啦。咁呢個唔使講啦。住咧就俾人個之前對深水埗嘅印象就係又舊又殘啦，甩石屎啊，但係改善咗好多啦。咁然有好多 NGO 入咗嚟，咁咧係活化咗嘅，裏面啲嘢裝修包晒，家私都包埋，比想象中靚。行又交通方便啦，呢一度都係一個交通樞紐。OK， 嗱，講食咧，你隔籬嗰個就係飲食組嘅阿 Michael。食對於你嚟講，深水埗係咩咧？傳統同而家嗱，以前你讀書嘅時候，嗰陣時係咪都會嚟下深水埗噶？以前通常會去品香樓嗰啲地方去同人哋做完功課就去食飯嘅。係啊。咁而家咧就會多咗選擇咯，即係深水埗區，可能會去下西九龍中心上邊啲 food court 啊，有好多唔同嘅小店可以揀啊，唔同國家嘅菜式都有得揀嘅。平同貴都有得揀嘅，即係可能係啲手工意粉啊、手工披薩啊都有得揀嘅。即係好神奇哦！深水埗好似你想食乜都一定有啦，係啊，咩價位都有啦。咁所以其實絕對係一個美食天堂啦。應該咁講，出完糧之後可以有唔同嘅選擇，喺唔同階段有唔同選擇。糧尾嗰陣又可以食唔同嘢，係。所以呢個食就唔需要擔心嘅，唔需要擔心嘅。OK， 咁除咗呢個之外，有冇其他新嘅印象咧？對於深水埗冇乜呢個連鎖嘅餐廳咯。如果食嘅話就又好似係喎，係因為大家都係小店，可能係大家想創業嘅地方都係喺深水埗區度選擇嘅。OK， 因為可以平平地可以租間鋪頭仔去試下自己，係啊，自己嘅出品，試下啲斤兩係嘛？阿峰咧，我覺得
同原始印象差唔多嘅，差唔多。你一直嘅印象都係平靚正嘅，但係咧嗰個平靚正，我覺得係會再深咗一個層次，就係可能真係喺嗰度住，其實係發生緊啲咩事。例如咧，自己去揾租盤嘅時候，我都有留意下深水埗區。係，其實啱啱講就係話啊，原來。買嘢好平啦，其實住屋上咧，我見深水埗嘅唐樓又好啦，又或者其實佢其他嘅租盤都係 OK 噶。例如我自己去望翻大圍區啦、葵青區嘅一啲唐樓啊，或者一啲租盤，其實係相對貴啲嘅。OK， 係啦。咁但係佢哋三個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交通樞紐啦，都係可以一個鐘內點都去到全港唔同嘅地方咁滯噶啦。係咁嘅時候，咦？原來深水埗區呢個住係好符合到平又靚又正咁樣，即係靚就 OK 嘅都 fair 嘅，我覺得係咯。延伸落去，其實我有 friend 就會覺得啊，深水埗區可能因為都多食肆啊嘛，啱啱都有講到，係啊。咁可能擔心多老鼠，但係其實我又感覺上可能我真係未見過，咁我又覺得好似都 OK 啊。你喺深水埗冇見過老鼠啊？好似暫時未見過咁樣。OK， 好啊，阿 Michael，你作為居民，你有冇見過啊？曱甴、老鼠呢啲係常出現嘅嘢嚟，係啊，係，其實區區都有噶嘛。你有多食肆嘅時候就會有啦。咁你點樣去認知？即係大家覺得，喂，深水埗就係有啲名物就係曱甴同埋老鼠咧。其實真係唔係名物嚟噶咯，應該係啊，因為呢個唔同區都會發生嘅嘢嚟噶嘛。冇錯，睇新聞就知啦。即係證明啲嘢好食，好食，好食。原來呢個係個指數嚟嘅，吸引到。即係有啖好食，係啊。咁但係你自己家居有陣時會留意呢樣嘢咧，都會嘅，即係我封晒所有入到嚟嘅窿嘅都會，係。即係自己喺居住方面其實都要有一啲留意啦。我住深水埗區噶嘛都係。係咁，所以深水埗如果畫起上嚟，其實就對於你嚟講，你嘅生活就1小時啦。係噶，因為咧，其實我可能平時又會喺嗰度跑步啦，我有啲 friend 可能會喺附近翻工啦，又或者可能咧佢哋中意一啲動漫嘅嘢啦，會出 cross 咁樣啦。其實深水埗佢可能又會去嗰邊又玩下，去蒲下咁樣。其實呢啲都係覺得幾 fit 咁樣咯。即係頭先阿峰講話1小時生活圈，咁深水埗頭先你話去邊度都係1小時，所以佢嘅生活圈其實係全香港都幾闊喎。你個生活圈係噶，佢有講過咧個1小時係乜嘢嘅，就唔係搭車1小時係啦，因為佢話佢需要嗰1小時嘅原因咧就係佢中間有緩衝區。係啦，有個角色轉換，我好懂你噶，真係係啊，好嘛？我都覺得 Steven 好懂。OK， 得 OK， 呢個完咗節目再講。嗱，深水埗有呢一種嘅新面貌啦，有啲朋友話揀咁多地方，佢真係開始搬出嚟住，你建唔建議佢由深水埗作為起點咧？咁就第一平靚正啦，啱啱講過啦。第二咧係我諗可能係全香港唯一有啖好食嘅地方。你如果你去其他地方咧，都係啲美食沙漠或者係一啲連鎖店嘅，但係你喺深水埗咧，即係哇！我係參加呢個活動嗰陣時啊，我先就知道咧乜嘢叫做有鑊氣啊！有鑊氣係，因為我自己住開嗰區咧，都係嗰啲連鎖嗰啲嘅，但係我嚟到呢一度咧，即係活動啦，可能係食飯前啊咁樣啦，咁我搵啲嘢食先啦，我去打爛，喂，去香港越嚟越難搵個地方打爛啦。跟住佢嘅嗰度係真係明火大鑊咁樣炒，有鑊氣嘅真係，有拋晒鑊咁樣，係冇錯，即係哇！人生即係第一次食翻係一啲真正嘅食物咯，我會話係，唔係啲預製啦，唔係預製，喂，就喺你面前炒嘅，係你呢啲預製唔到嘅，你住嗰度又平啦、靚啦，跟住啲 NGO 包晒啦、正嗰啲，咁當然都係啦，包裝修、家私乜都齊晒，你有甚至有一啲經濟，如果你第一次搬出嚟，你可能有一啲經濟支持嘅。Okay. 你可以申請噶嘛？係，跟住你個人行過去就得噶啦。跟住你想食下面買乜都得，你唔想煮下面又得。係，跟住呢一度根本係冇得輸嘅，冇得輸嘅。深水埗係冇得輸嘅。OK，係啦，即係應該頭3位嘅。如果第一次搬出嚟住，衣食住行你都齊晒啦，行你都係樞紐啦。如果你搬去其他區嘅話，你真係有排搞。你話大西北嗰啲，你真係企咗喺度。OK，喂 Michael， 佢冇住過都咁樣推崇，你住緊嘅。如果有朋友問你 Michael 啊，第一次搬出嚟住啊，咁深水埗係咪作為
第一次搬出嚟可以考慮嘅三甲之一咧？都係嘅，因為娛樂方面都有嘅。娛樂有咩娛樂啊？去即係黃金去行下啲 game 鋪啊，係啲遊戲係啊，仲有咧電腦啊嗰啲都喺度揾到嘅。係運動方面咧，可以去呢個游泳池啊，有游泳池啊，公園啊，南昌公園啊，可以跑步啊，望到個海啊咁樣嘅。係，如果咁數下係，如果睇戲其實都有戲院嘅，係啊，都有南昌嗰邊，係啊係。如果咁講好集中咯，即係如果喺深水埗嚟講，即係咩範疇嘅活動都喺附近揾到咯。OK， 阿峰，如果有啲朋友第一次搬出嚟，即係如果佢去諗區嘅時候，深水埗佢俾到啲咩佢咧？我覺得深水埗俾到嘅係一個比較入門級，相對容易 afford 嘅。深水埗嘅入門級，即係自住嘅相對入門級噶，即係對比起其他一啲交通方面嘅區嘅話，而你又想真係做一啲正規嘅房屋啊，咁其實對比起啱啱我提到嘅可能葵青區啦、大圍區嗰類咧，其實深水埗已經係算平好多啦。你再行過少少，你去到油尖旺嘅話，其實有陣時都會再貴過深水埗一腳咁樣咯。咁變相我覺得如果你返工，除非你可能住大西北啦，咁又或者真係住得好僻，即係工作嘅地方係僻嘅，否則嘅話，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嘗試望咗深水埗呢個地方 feel 一 feel 下嗰度啱啱講嘅可能係食物啦，啱啱講可能係一啲物品上啦嘅部分，你可以 feel 一 feel 下啦。搭車上你又可以望一望啲路線啦，其實你都可能好快 plan 到，原來我搭呢架車又平又快，咁已經翻到去你公司。我覺得深水埗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咯。素素青年生活學嘅阿 Poly 啦，年青人我哋睇揀一個社區去住，其實有冇一啲條件要具備咧？我覺得如果真係第一次出嚟自己住咧，嗰個社區 at least 係除咗方便以外咧，我覺得係大家揾到有選擇嘅，即係學頭先即係Michael 講就係糧尾同糧頭，我嘅選擇都仍然存在。而同一時間佢要揾人幫手，即係阿峰講就係我去街市或者我去鋪頭入邊問下啲姐姐點樣做，我都仲可以有啲 support。即係我覺得深水埗區或者鄰近嘅太子，某程度上都做到呢一個效果咯，係啊。綜合就係話，如果青年要揾一個適合自己住嘅社區。宜居啊！我哋話，即係話，如果深水埗作為一個試點起點咧，可能係一個 BB 班或者比較容易入門嘅，大家都應該冇反對啦。咁但係去到最後，我哋講呢個素素青年生活學，最後一個 tips，我會諗嘅第一樣嘢係啲咩令到你會諗到獨居呢件事？即係例如我獨居，我係想同屋企人有少少嘅距離啦，有自己嘅空間啦。延伸落去就係我會再諗下，其實下一步我點樣去做咯？即係當你有一個想法出嚟嘅時候，你就好自然會諗點樣做。而點樣做嘅時候，咁可能你中間要啲 network 嘅，要人 support 嘅，揾朋友，揾計劃呢邊參加又好。咁其實呢啲都係慢慢讓你可以係達到你最想行到嗰個目標咯。中間可能會好痛苦嘅，你可能要煩錢啦，你要煩個樣下樣啦。咁但係如果你有個你揾到你自己 so called 初心或者初衷嘅時候，咁而再望埋原來有呢班 network， 你係容易做到嘅咯。係啊，多謝你認識自己想點先，自己係點先。會唔會有一啲嘅機會？你話係 program 又好，一啲嘅場口，你可以睇到自己一個點嘅人，點解我有呢個想法，先至去決定揾咩樓盤，想做啲咩？喂 ，Michael，你呢？你由被動到主動。如果有咩問題唔識，可以真係生活上有咩難題，可以主動去問下人咯。雖然而家可以問 AI， 但係 AI 答嘅嘢都可能唔係你想要嘅嘢。所以你都可以去問下適當嘅人去認證翻嗰個解決方法。你而家叫同居啊，其實都係一種開始帶個仔自己住啦。你覺得學到最多嘢係咩？點樣溝通？點樣溝通？係啊，會知道大家嘅底線喺邊度，就唔會隨便去踐踏係嘛？係。執唔執好間房啊？即係啲嘢周圍劈啊！周圍劈係唔應該啊嘛？係唔應該嘅。係得啦，你哋不斷咁樣喺度懺悔，好，交翻俾 Ricky 思考下。你過一間屋喺你生活嘅角色嗱，我就當如果你有最好嘅條件，你份工作係返9至6嘅咁樣啦，咁你每一日可能7、8點起身，你出咗去，
跟住你翻工放工翻到去，你都可能7點8點啦。跟住你煮個飯，做少少嘢，其實你已經係瞓覺噶咯。咁一間屋其實係用嚟做咩咧？攞嚟瞓覺啦，擠下嘢嘅做。其實係咪真係需要去揀得非常之豪啊？去揀啲好高貴嘅地區咧？你會諗下，其實呢一間屋嗰個角色，其實係用係遷就你嘅工作。咁如你考慮到呢一點之後，你就會自然將你嗰個屋企啊嗰個地方收窄佢，你唔會去揀一啲好僻嘅區啦，亦都唔需要揀一間好大嘅屋啦。咁然後你知道咗之後咧，你就會發現其實獨居嗰一個嘅選擇咧，其實都係好簡單嘅。多謝 Ricky， 哇佢真係好鬼死理性啊！一個邏輯喺嗰度啊。Polly 最後有冇啲 tips 俾一啲而家蠢蠢欲動嘅想搬出嚟住嘅後生仔女？我其實都幾認同阿峰講嘅，點解你想自己住？呢個係第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對自己可以即係喺個社區度獨立生活有幾有信心？即係嗰個信心係嚟自於頭先即係 Ricky 講嘅衣食住行啊。究竟你有幾有信心去處理到自己嘅所需咧？屋可能係真係好似你咁講，就係返工放工，然後一個休息嘅地方啦。咁有一啲會再諗多步，就係除咗休息以外，我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嘅環境或者氛圍嘅。咁嗰個你嘅期望都會幾影響你嘅選擇噶嘛。咁我覺得係佢哋可以諗多少少呢啲部分。自己住啦，獨居、共居、同居，去到有自己一個天地嘅時候，我諗都係不斷咁學習。但係似乎喺我哋成長裏面，我哋學習唔夠，咁有冇藉住一啲嘅機會、社區資源俾我哋學習呢？咁當然再一次邀請大家，如果有興趣繼續留意住我哋素素青年生活學，因為我哋生活係需要學習嘅。